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到圣经节，拄好接续顶礼拜路加福音第2章。顶礼拜所读的是前半段，讲起耶稣降生，讲起有该撒阿古士都有出教，然后爱所有的人拢转去到因的家乡去创啥物货？报户口，报户口。所以约瑟带玛利亚，然后转去到啥物所在？伯利恒去报户口。伫迄个中间，耶稣全出世，所以表示约瑟、玛利亚因是出外人。到需要报户口的时，因才对拿撒勒加利利，应该是讲加利利拿撒勒，然后才转去到伯利恒去报户口。所以因是一个白漂者，因去到北平工作机会较济，所以去迄个中间食头路。其实因嘛有可能是一个移民者，因为迄当时犹大、以色列已经亡国，已经无国家去啊，所以每一个犹太人拢用因的才调、才能甲因的才华，去到世界各国去找机会生存。所以咱后来会看见犹太人会伫全世界足侪所在，有伫德国的，有伫奥地利的。有伫欧洲真侪所在、真侪国家，甚至伫苏联嘛有，含中国嘛有，所以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全出去到外口。但是趣味的是，即个国家或是讲即个民族，因真特别，因有法度伫因亡国了后2000年，伫顶一个世代重新搁复国，因复国差不多70年。70，所以因也伫迄个中间，在纪念讲因复国70年，讲上帝带领因伫即个世界继续生存。因凭啥物货会当继续生存伫即个世界？凭讲因还阁有因的语言，因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有真侪物件伫即个中间，互咱看见上帝的权能甲掌握超过人所想。这是顶礼拜咱所读的圣经节，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然后阁有看见天使，因为耶稣的出世，所以天使有讲真重要的话，讲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然后有各样的人伫迄个中间做见证。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甲进前的完全无共款。顶礼拜所读的圣经节，讲因爱转来因的户籍地来报户口。但是今仔日，我要借用即个，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咱搁来看一个特别的20节。伊讲20节，咱今仔日所读的，第一个伊讲起，照摩西的律例，因称序的日已经满。就抱婴仔上耶路撒冷，要创啥物话？要献互主。因报户口了后，接续所做的动作，就是伫信仰顶悬将因头生的囝献互上帝，照着啥物话？摩西的律例。所以因伫即个中间，因不只是照着世间一切的规矩。因嘛照着伫因信仰顶悬所着做的，照着摩西的律例，然后23节讲起，照主的律例所记载讲，囡仔头上的查甫囝要称做圣为伫主。你若是用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伊所讲的就是将头生的。献给主，啥物嘢叫做头生呢？大囝、大孙，大囝、大孙有啥物了不起的？若是用华人的传统甲文化，大囝等同若是大孙等于啥？大孙等于买囝，对无？大孙等于买囝，所以分财产的是安那？大孙安那？
嘛有1分哦。哦，这是咱华人的律例吼。咱中间有大孙的无？无哦，即袂有啊吼。你若是大孙，会当顶同买囝，所以伫阿公分财产的时，伊顶同买囝，伊嘛会当分1份。啊是大份细份，我就毋知影啦。你若有本地，来甲我讲。所以伫即个中间，其实伫犹太人因的律法内底，大囝、大孙其实嘛非常重要。总是因的重要性，毋是只有干那分财产尔，财产嘛是有啦。但是伫即个中间所讲起的，就是囡仔头上的查甫囝，哦，你若是用迄个和合本的是写投胎的男孩都要奉献给主，这是一个真大的差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在内底，约瑟、玛利亚照着信仰典卷所讲摩西的律例，将大囝献予上帝。但是伫即个期间，有一个人叫做啥物名？西面。即个人若是用咱的台语圣经讲，即人义搁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踮伫伊。啥物话叫做义搁敬虔？义搁敬虔，若是和合本伊翻译做敬畏上帝的义人。但是啥物话是义人？若是伫即个中间，即个义人伊所解说的，就是行上帝所欢喜的。啊，即个上帝所欢喜的，若对当初时会讲起，就是伊有遵照因的圣经是犹太人的圣经是摩西五经，照着摩西五经的记载，然后守安息日，以及行家己。我想对着因来讲，这是一个真容易看见。你只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律例足济，包括你伫迄天安息日的中间，袂使行超过几步，袂使食，袂使开火，袂使创啥物火，人着爱清气，袂当流火。所以有真济的规定。伫即个中间，即个人伊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然后圣神甲伊三合伫咧。所以即个人伊真特别，伊咧望啥物货？望啥物人得到拯救？以色列，伊毋是咧望伊家己呢，伊毋是咧望伊的囝儿孙啊，通得到上帝的赏赐。伊嘛毋是。伫望伊家己的产业，通得到上帝的丰富。伊嘛毋是为着伊家己的好处，伫迄个中间要期待上帝掌管。伊伫即个中间，伊所期待的是望以色列得到拯救。即个以色列所讲的是啥物？所讲的是伊的兄弟，所讲的是伊。做伙伫苦难中坚持信仰、仰望上帝迄阵人，伊讲的即个以色列，是伫罗马帝国内底恳求上帝怜悯、讨放，然后互因的心神重新得到开挖、讨放。我想即个西面，伊伫即个中间，伊所期待的，毋是期待伊个人心内上意爱的，伊毋是期待伊的功名。伊毋是期待伊的财富，伊毋是期待伊的家族，伊嘛毋是期待伊私人所意爱的物件，伊期待以色列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拯救。所以因为安尼，因伫迄个所在，伊看到即个囡仔，然后有讲起真特别的话，互伊的爸母感觉足无共款。透即个人来看见耶稣，然后伫迄个中间，伊学了上帝讲啥物？主啊，当照你的话，讨放你的罗卜，安然过世。意思就是讲，上帝啊，你应允我的物件，你应允伫圣经内底要互众人得到讨放迄个记号，
迄个比赛啊，迄个记录，打我已经看见，我已经看见你对以色列百姓的投降，所以我即世人已经无遗憾，我即世人已经会当安然互你接去。这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真特别的一段的圣经章，然后伊也伫迄个中间，甲伊祝福，祝福讲，即个囡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人跋倒，侪人起来，也做受连保的记号。我想即句话也真特别。耶稣来，伊互人跋倒，伊互人起来。那请问，到底什么人要跋倒，什么人要起来？伊也要真做用和合本来较清楚，他要成为许多人毁谤的对象。这是咱今仔日所读到即节的圣经章。有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叫做林布兰特。我以前捌用过伊所画的物件，做讲道的题材。即个林布兰特姓啥？敢姓林？毋是啊，这甲我无关系啊。林布兰特无姓林啊。即个画家，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画家，伊一世人拢总画油画差不多有600几幅，版画300几幅，素描大概200几幅，所以拢总加起来，伊所留落来，是嘞吼，我应该讲伊画，然后有留落来，大概有1100几幅以上的画。但是伫即内底有1/10，大概有100几幅，伊是画伊家己，伊是画伊家己。即个就是伊家己画伊家己其中的一个。伊对上早22岁开始画伊家己，是一个真飘撇，然后用国语来讲就是非常的不可一世，一身枭雄，然后伊的眼光真高。咱若有机会，你会当去 Google 林布兰特，无姓林啊。然后这幅是伊1659年画，然后伊伫1669年过世，这是伊过身前的10年前所画的，伊已经老啊。这个画家真特别，因为伊所画的物件，毋是敢若画真好、真水，还是互人欣赏、流恋的所在。伊甚至画着伊家己的老，伊甚至画着伊家己的失意，伊甚至画着伊家己的伤心、伊的伤悲，伊会当对伊所画伊的面顶悬来看见。你若去比较22岁，甲伊过身前10年前所画出来，林布兰特根本无法度想象。伊所画毋是讲迄个人变老而已，总是伫迄个画出伊心内郁卒、艰苦、伤悲的迄种形。伊有一个太太，拢总生4个囡仔，头前3个囡仔拢过身去，只有第4个囡仔有留落来。第4个囡仔出世了后，太太过身，所以伫伊一生的中间，其实伊有真侪真艰苦，然后讲袂出的疼。但是我感觉即个画家伊真有信用，伊伫所画当初时，真侪人爱伊画世俗真意爱的意爱的物件。有一幅上出名的就是即幅叫做《夜巡》，即个林布兰特伫1642年所画的。但是伊画即个《夜巡》的时，是伊人生上界高峰的时。但是即幅图画了，伊的人生就开始一直跋落来。原因就是因为即幅《夜巡》是荷兰人吼，伊荷兰的一个设计协会，要请林布兰特去画即幅图。然后林布兰特是迄当初是足有名、足出名的画家，但是林布兰特画即幅图的时，无照着因想爱的方式去甲画。伫因当时因期待就是，伫遮的人因有官阶可能有将官，还是可能有
树干有冰，爱照着迄个关节来摆落来。但是即个林布兰特无爱，伊感觉迄毋是艺术，艺术是无受到你所讲的物件的限制，所以伊用足无共款的物件去画100度。我毋知影伫即个物件吼，即个投影片看的，你会当看到偌济？其实伊有几来军官吼，有几来贵族，几来王族吼，徛伫边仔，这互因足无欢喜，因为因感觉因迄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爱徛伫倒，爱徛伫头前，爱徛伫中，所以为着100度，因全无要付钱互林布兰特，全甲林布兰特讲吼，你若要摕钱，你要领钱吼，100度定过。林布兰特安怎决定？无啦，你爱就爱，你无爱吼，就是100。你若无爱，就甲我留。所以伊因为画100度，伫1642年，伊得罪当初时真济王亲贵族，所以这个林布兰特，伊人生的巅峰就到1642年为止，过吼就开始非常无顺，然后伫迄个中间生活哪来哪艰苦，一直到囡仔过身、太太过身，伊转甲另外一个人做伙，佫有生另外一个囡仔。人生的后半段，其实伊过了真不如意。这个林布兰特不只是当初时伫世俗画家内底一个真有名的画家，事实上伊嘛有画着真济甲宗教有关系。虽然伫迄当初时已经无流行，甚至是趁无钱。你若要趁钱，就是爱画即种的。但是伊后来，伊伫无共款的时间。伊照着伊的信仰，有画真济无共款的，甲圣经有关的。其中我有讲几百，是甲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有关的。这是伫1627年伫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咱通拄仔所读到的偷生的要献互主，偷生的要献互主，所以伊画着即个，可能无法度看了解清楚吼，这就是讲起。约瑟玛利亚将耶稣带伊到圣殿，伫迄个中间献上因的祭。然后另外100度，甲即个有关系，就是第2章29节，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林布兰特不只是伫即个中间画真济宗教意义的图，事实上伊也是伫迄个中间表达伊个人的信仰。伊嘛阁画其他真济有名的，包括龙主、浪子回头的龙主，伊也画着真济甲伊伫伊人生艰苦的中间，怎样用勇猛坚持的态度来行伊头前的路程。接续阁有另外一张图，我想伫前几礼拜咱捌看过，我想伫即个中间咱阁来看一摆，请你来注意看。迄个图甲近看的100度有啥物无共款？这是2018年普利兹奖的得奖作品，摄影展的得奖作品。迄阵我捌讲起，这是罗兴亚人因的难民拄着船难，然后这个妈妈伊抱着40日出世40日的婴仔，已经死啊，已经死啊。这个妈妈放袂落，边仔有真济人在安慰伊。100度内底徛的人甲抱的婴仔，甲100度是毋是有小可共款？迄款的角度。但是100度所讲的是啥物？100度所讲的是西面抱着婴仔耶稣，甲伊讲起。我已经亲目看见上帝的拯救，就是你为着万民所期盼的。但是亲爱的兄弟，假使2000多年前西面已经安尼讲，上帝的拯救到底有伫咱的中间？今仔日咱到底用啥物款的态度来看待咱今仔日所看的世界？是安怎有画家用伊的信仰画出100度了后？还阁有即款的画面出现伫咱现实所徛起的世界。罗兴亚人
假使你若有兴趣，你会当去找伊的历史。罗兴亚人，伊甲库德族人真相像，因拢分散伫无共款的国家内底，因亲像游牧民族，对一个所在到一个所在，然后无法度伫迄个中间建国，因为因分散伫无共款的国家，因有无共款的信仰，因有无共款的宗教。因甚至含语言都无共款，这甲犹太人拄啊好倒变。库德族甲罗兴亚人，因无法度伫迄个中间，通佫成做一个国家。甲以色列犹太人，因的情形拄啊好完全倒变。犹太人共款分散到世界各国，总是因要佫保持因共一份信仰，以及伫迄个信仰中间。用共一个语言，在遵守因安息即个概念。即份信仰，互犹太人非常无共款。这拢是同一系列的相片。即个相片所讲起的，就是遮会拄着尊难的难民，因死了，迄个尸体放伫穆斯林的学校内底。上帝啊，假使你伫2000多年前已经应允，你的荣耀会显现伫万民的中间，谁啊伫今仔日咱的世界，犹阁咧看见即种的画面。这是另外一幅图，这还阁活的，即幅较好看。囡仔咧过河，互相伫生活内底，互相伫过河的中间，互相帮助。亲爱的兄弟，2019年，你用什么款的心情行过什么款的路程？2019年对你来讲，上帝敢有回应着你所求的？可能有的人有，有的人今年娶某，可能有的人无，无每一个人，咱所期待的，咱的生活拢照着咱所期待的来行。但是有一个真特别的是，咱伫即个中间，当咱看见主耶稣为着咱降生，你有看到耶稣？耶稣到底伫倒？耶稣是伫西面手里抱咧迄个婴仔的中间嘛？伫林布兰特的所画的图内底嘛？还是耶稣伫遮的过河的囡仔的中间？这是罗兴亚人因伫尊难的中间，因是其实边仔还阁有真侪人。因看到伫落雨的中间，为着遐个较早捌是朋友的朋友，耶稣伫倒？对你来讲，耶稣到底伫倒？耶稣是咱恳求、敬拜、求回应、求应允的耶稣吗？还是耶稣是伫即个中间，伫生活内底艰苦在行的中间？你所看见的耶稣到底伫倒？今仔日2000年过，圣经讲伊的应允已经实现，但是今仔日伫咱的中间，你怎样来看即个应允？西面所求的是啥物？西面所求的是以色列。但是今仔日咱所求的是啥物？咱有可能求咱家己所依赖。今仔日咱真依赖耶稣临到伫咱的中间，完成咱的愿望，回应咱的恳求。但是事实上，耶稣来，毋是为着咱个人，总是为着咱的群体。耶稣来，毋是只有亲像咱家己的耶稣。亲像，敢会记个？顶礼拜有一幅图，有一个神桥顶悬坐一个啥物人？有一个祖囡仔。咱所准备的宝座，
咱所准备上帝的殿，是要互咱去做王，还是要互耶稣来做王？2019年，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行过？这是咱连续有4礼拜、5礼拜，伫迄个中间点蜡烛。迄个蜡烛所代表的是大港一个蜡烛，每一礼拜有无共款的意义，每一礼拜有无共款的人来点。咱今仔日有可能通过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咱点迄个蜡烛，讲主啊，我期待你临到来成就我对你所求的。但是今仔日，咱要重新用另外一个态度来讲，主啊，求你互我点即支蜡烛。诚做我的兄弟，诚做我的姊妹，因的望甲望赞。今仔即个蜡烛，毋是为着主来到伫我的生命中间来点。今仔日即支蜡烛，是要为着我会当诚做上帝的赏赐，临到伫我的兄弟的中间。是咱爱诚做迄个。祝福临到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总是毋是对上帝伫迄个中间求讨祝福，伫我个人的中间。人甲群体有一个真大的无共。伫马太福音25章内底所记载，有人主耶稣讲：“你款待我，所以入来。”入来到我同欢喜，结果即阵人问讲：主啊，我当时捌款待你，你当时捌来到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耶稣伫遐讲：我枵，恁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流浪，你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甲我穿；我破病，你照顾我；我坐寒，我坐监，你来看。亲爱的兄弟，耶稣伫倒落？耶稣伫遮个，你去帮赞、看顾、疼痛的人的中间。耶稣伫即个咱所看袂起、需要帮忙、伫艰苦弱小的人的中间。耶稣伫对，耶稣伫遐个心受害。伫遐无法度继续坚持行家己的路站，无法度行伊继续头前的脚步的人的中间。亲爱的兄弟，你有看见耶稣？耶稣毋是伫咱的手中，等待人要来希望。耶稣嘛毋是为着咱个人来，要互咱。会当完成愿望，耶稣是伫即个中间，爱你我，诚做器皿，将上帝的恩典、祝福甲安慰，临到伫记那遐个需要的人的中间。有个人在问，啥物货是信心？或是讲啥物货是信仰？上帝的话要用啥物话去听见？要用啥物话去领受？伫遮即幅图内底讲起，你爱听，爱相信，爱顺服。但是是听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甲顺服上帝的话。当咱伫过去1年的中间，咱检采藏着真济家己的意爱，家己的想法。咱听咱家己心内想爱，咱相信咱家己所想的，咱顺服伫咱家己的脾气、个性的中间，但是咱却袂记得，咱的上帝到底用啥物话对咱来讲话？信心、信仰是啥？
假使你若用一个真水的手，用起一个心的形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啥物？伊就是水的，伊就是一个心的形状。今仔日咱需要伫咱生活内底，重新对2019年来有真深的检讨。愿咱2019年，咱一切的好，咱献上感谢。但是2019年，咱需要重新去检讨的，毋茫伫2020年，成做一个新的。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后一礼拜就是新的主日。你备办好你的心，来看见耶稣，服侍耶稣，接纳耶稣，然后跟对耶稣啊嘛？你愿意重新将你追求上帝的信仰，放伫你身躯边迄个至美色，需要你伸手看顾、接纳的人的心上啊嘛？你准备好你的心，要来领受上帝对你、对我来讲新年的话啊嘛？愿咱三甲伫即个中间，亲像生命一样，通对咱、对人、对上帝讲起：上帝啊，你所要赏赐互万民的，但我已经看去，我会当安然的入世。愿咱伫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咱通过路加福音第2章，将遮的好味，搁一摆正做咱的反省，咱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伫即个中间，你拜日，阮伫2019年，阮会感谢。真侪时，阮无法度通了解阮头前所要行的路站是啥物，总是当阮伫今年第最后一礼拜回过头来看见你伫今年中间的引带甲带领，阮相信你的应允拢无改变。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迎子你降生的中间，通搁一摆清洗阮的心。互阮通备办阮的心来迎接2020年新的开始。主，阮的亏欠，求你赦免；阮的不足，求你补满；阮的软弱，求你扶持；阮的软弱，求你坚定。主，当阮小心。求你牵阮来行，当阮怀疑，求你坚固；当阮雾无明，看无头前的路站，主，求你互阮看见你的应允。愿阮伫即个中间，通继续坚持伫阮人生对你的仰望甲引带，也互阮伫所行的路，通得你欢喜。愿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